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啞鈴硬拉，嚟啦！呢個動作可以強化臀部肌肉。雙腳與肩同寬，雙手揸住啞鈴，膝頭哥微曲，保持背部挺直，屈曲髖關節，令臀部向後延伸。去到最低點之後，慢慢返回起始位置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咦 ，fit 咗喎！咁你就要睇埋其他片啦。仲有記得 follow 埋我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即時嘅資訊。下次見，拜拜。